高中倒落了后，第一个跳去台顶的，就是隔壁家的药房头家陈三贴。伊虽然毋是医生，毋过嘛是有牌药剂师。厝边若有人感冒破病，袂爱去看医生的，拢爱去找伊。所以，伊掌握上济来为庄头乡亲身体方面的秘密。啥人肝歹，啥人骨拍，啥人虚火倒阳，问伊拢上清楚。最近，伊的药房开始卖一寡别人无通卖的日本药，生意好甲无底味。遐日本药听讲就是走水的，就是坐高中因兜的十货船过来的。就是安尼，陈三贴对高中因兜会使讲是普普坦坦，甚至连高中因老爸郭金福因换贴的李万，话讲即摆挂香要办30块道请人。陈三贴嘛走去甲李万讲，伊想要寄付30块道其中的1块道，成做一个基本的生意。所以李万就甲陈三贴所寄付的迄块道安排伫上接近舞台的所在，表示陈三贴嘛是地方上有头有面的人物。高中倒落了后，伊头一个3步做2步，下过当咧闪闪烁烁的霓虹灯，跳上舞台。当伊确定歌女琳达所讲的无毋对，高中已经无喘气啊！伊就甲伊的西装外套脱掉，认真伫高中胸指起来。哪滴目屎，哪甲伊做 CPR。第2位装上台是主人李万。李万开一间铁工厂，面阔，目眉粗，目睭敢若牛仔目遐大蕊，牙槽骨噗噗，规面糊鬚。自中学就甲郭金福结拜，凡事拢敢出面，算是庄仔头有叫嚣的角头人物。对庙的代志上热心，即回伊出钱办30道，众人讲赞。毋过伊想袂到高中会安尼唱歌唱甲倒伫伊的舞台顶，伫台顶，伊一直话讲：安那会安尼呢？安那会安尼呢？两支乌阁粗的手骨伫空中越过来越过去。休即个，休迄个，紧诶，叫救护车！紧诶，卡手机叫金福来！因某秀美人咧，啥人去叫啊？本地坐伫伊身边的王爷庙主委陈进丁，甲派出所的主管王阿喜，嘛对伫李万的骹步后壁。王阿喜用伊警用的无线电闹人。要求救护车用上紧的速度驶过来，伫伊面前发生即款意外，伊袂使互人有任何警消骹手伤慢的看法。然后，伊仰头问陈三贴：“即摆安怎？”陈三贴大粒汗、细粒汗，伫高中的身躯顶日，目睭楚楚看伊。边仔骨拢刺甲长去啊，也无啥物反应。肯，哪会安尼？是酒啉伤济啊呢？毋是无可能。药房头家陈三贴安尼讲，因为伊知影高中本地肝就无好，长期甲伊摕肝药咧兑。顶礼拜，佫甲伊买一罐3000外的灵芝粉，笑笑甲讲。生命爱顾，陈三贴甲应讲，酒较减咧啦。伊应讲，酒减啉袂赴啊，食仙丹来解酒毒较有影。救护车出现的时，
高中仔因某秀眉还袂到位，听讲人当伫教会诗班唱歌。侥幸哦，翁都要死啊，阁毋来，伊个上帝是无甲伊通知哦。下底李万寿安尼讲，李万寿人好斗，生一支粪箕喙，啥物死人骨头都吐会出来。较掂咧，人袂讲你下狗啦，有影你即个小查某。厝边的姊爷姑仔安尼甲伊念。听讲有人去叫伊啊，等伊来，因翁拢登去啊啦。李万寿安尼讲，赶到位的救护车拄着停伫伊的面前，因甲高中仔搬上救护床。边仔的姊爷姑仔阿妈棍剩直直看，讲是咧黑白讲啥物登去啦？你即个小查某！等三贴本地咧字 CPR 的手雄雄停落来。斗三工一路甲救护床塞上车，听候因甲救护车驶走，才完全理解伊并无甲高中仔救转来的事实。目屎搁一遍大粒细粒对伊的喙皮连落来。救护车走了后，李万徛伫本地救护车所停的位，失神失神。导致水川仔行来到伊面前，问伊讲：“万哥啊，请问咱的菜敢会使搁刷落出啊？”李万甲刀子川仔银，吭一声讲：“啊无咧，要囥互凉哦。”就安尼，伫所有走道的手捧大汤盘，搁开始走床送菜的时，阮内围的空气中，嘛开始有千万的声音咧放送。高中仔倒落啊！高中仔着要死啊！念伊内围的人，就拢听到即个惊人的消息，规个庄仔头，敢若一鼎烧水滚起来。